同在，歌词真水哈，旋律也蛮美的。来，我们来一次。变，万主之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准备欣赏个那一版。那个就可以了，不用那个。为虾米咱要点两支蜡烛？第一支蜡烛提醒咱上帝的头帮甲帮在；第二支是提醒咱撒加利亚甲
伊丽莎白对弥赛亚国要来临的望。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即马要开始进行咱的主日礼拜，请将你的手机关机，也是开做震动，以免影响咱礼拜的进行。请只是安静咱的心来调见咱的主。恁着对天顶称赞上主，伫悬的所在学乐伊，伊的众使者，恁着学乐伊；伊的众天君啊，恁着学乐伊；日甲月啊，恁着称赞伊；发光的痴神啊，恁拢着学乐伊。咱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42首，圣诗42首，请来耶稣关所5望，请咱起立吟全首。咱议员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变倒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坐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胜过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用文第44篇，也是以赛亚第40章。启用文伫圣诗后壁面1079页，现着咱三甲来启用。恁的上帝讲：要安慰我的子民，要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受压迫、劳苦的日子已经满。因的罪罪已经行清楚，因为着家己的罪，已经受着上主加倍的刑罚。有啥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伫风暴修平咱的上帝的大路。伫逐山谷拢要吞互甜，大细的山头拢要掘互家，弯弯的要解互直，坎坷的要修互平。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所有的人拢会看见。这声上主有照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我讲要宣布什么？着讲人拢亲像草，因的阳光亲像山野的花，草会焦，花会谢。因为上主的开吹伫顶面。这声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焦，花会谢。毋过咱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报好消息，互失安的人啊，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人啊，着大声喊，着大声喊，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恁的上帝来啦！看，至高的上主要大大权能来临。要用权力治理。看，伊手倒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拯救伊的子民，行伫伊头前。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用手羊仔囝的抱伫胸前。这声，伊要带遐个互羊仔属灵的羊母稳稳啊行。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伫这个听候主耶稣为阮降生的节期，愿你帮助阮，不只是听候主耶稣的再临，也愿意用顺服学习真理的教示，来迎接主做阮的王。求你帮助阮看见家己的罪，愿意谦卑悔改。来搁较侪人分享你的疼甲救赎，也互因会通甲阮同齐经验主耶稣降生所带来救赎甲喜乐。主上帝，愿你的圣神降临，甲阮三甲基地，求你陪伴阮的心，开阮的目睭甲耳孔，搁守持你的话语，接着恁耀圣牧师的分享，互阮明白你所启示的真理。求你亲自引带阮。互阮所想、所求、所讲、所做，拢合你的心意。感谢人生的主啊！
感谢你爱耳孔听阮的祈祷，阮祈求的声也是无声的吐大开，你拢明白。愿你的旨意直情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也要顺服你的引带，照你的教示生活。只是愿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直情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只是咱来强听上帝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14节到16节。马太福音第5章14节到16节，现着我来读。恁是世间的光。起伫山顶的城看袂牢，人点灯了后，袂用刀甲伊砍起来，一定甲伊踩伫灯台顶，通甲厝内所有的人照光。亲像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荣光恁的天父。以上愿上帝赐福听谈伊的话，搁照安尼行的人，所来社青团契要带咱来学乐。伊要献的西瓜是最珍贵的角落。
所以林耀生牧师伊要来正道，今仔日的题目是在大江中憔悴自稳的主。来宾下这平安。今仔日是咱的大港节第2主日，嘛是咱咱总会安排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咱安尼。台湾圣经公会原底本底是安排陈宪林牧师来到咱中间来请安报告，拜时临时吼，陈宪林牧师打电话来讲，伊确诊，所以无法度来，所以规个改换讲题、经文等等些资料拢总换过。毋过嘛，感谢咱所有正当工临时的应变，这也提醒咱吼，倒一工若牧师若拄雄雄倒落去。变道吼的时阵，咱教会长职爱有这个能力，会晓随时上台来分享。其实嘛无真困难，就是讲咱其实毋免想甲真复杂。咱只要分享咱家己伫咧咱的信仰顶面，咱的生命的迄个见证就会使。就是讲咱的中间会通来分享上帝怎样伫咱的中间。咱的生命来做迄个改变，咱会通时常定看见咱的教会，真侪教会兄弟拢有安尼现象吼，就是毋敢伫咧人的面前分享，结果像将这代志拢撒互长老甲执事，咱会用通来想象一下，如果当咱来想象，就讲当遮个咧分享的人，因伫遐咧讲起着也是咧学了上帝的作为甲伊的恩典的时阵，上帝就设立伊的宝座伫咧即个人的心中。安尼，迄个祝福就临到即个分享的人。安尼，上帝祝福咱若要安尼来用安尼来讲的时阵，用安尼的逻辑来看的时阵，安尼。迄个上帝最好是咱家己撒出去的吼，所以咱应该不断，当咱有机会，咱才开始讲起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的迄个伊的专联甲伊的作为，吼，安尼不断，咱就会通安尼安尼一直不断，当咱伫遐一直不断伫遐讲的时阵，咱就会通领受到上帝迄个祝福恩典满满。但是咱会记得是，咱毋是因为咱要为着要得到祝福来学了上帝，乃是咱的主伊看得咱安尼迄个学了甲敬拜，所以迄个毋是用着迄个对价关系伫遐咧学了咱的天父上帝，乃是咱的主伊是看得咱来学了，当咱安尼不断伫遐来讲起上帝作为的时阵。上帝伊就设立伊的宝座伫咱的中间，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欢喜来伫众人的面前来讲起咱个人的见证，不管咱的见证偌大偌细，咱拢爱不断伫遐来讲起上帝作为。当咱伫遐一直不断伫遐讲起的时阵，上帝伊的能力就甲咱相啊伫地伊差派天使天军伫咱的头前为咱来征战。今仔日既然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咱嘛爱来了解台湾圣经公会因所做的。圣经公会并毋是为着要卖圣经所存在的一个机构，乃是要互主的话会通安尼，互更较侪人来了解明白。咱会通知影伫咧即个初代教会时阵，圣经一开始的时阵，只有干用着一种的语言来写，就是列中文，吼。若是伫咧旧约，就是用希伯来文。但是对侪人来讲，这个语言对一般的人来讲，这个语言是困难的。所以经过真多的这个安尼，咱讲伫咧改教的这个过程内面，落尾手才有开始做这个翻译圣经。台湾圣经公会嘛共款吼，伫咧咱台湾，咱原底本地咱台湾的圣经，敢若有一本
和合本，哦，和合本的圣经，佫毋是上早，哦，佫较早进前的，迄个是迄种文理的圣经。迄个圣经，互人读啊，佫较无啥啥。后来和合本出来了，互人因为迄是拄好伫咧五四运动了，所以迄个圣经啊，有佫做一寡，互人听佫较有，看较有。但是后来，你看卖安尼，佫过100年了，咱的规个即个迄个语言，甲迄个语言的迄个使用，已经佫开始有改变。所以一直不断伫遐改变，所以咱包括咱的和合本圣经嘛已经到伫2010年又搁做另外一届的即个修订。佫毋若安尼，台湾圣经公会为着咱台湾有侪的遮个咱的族群有侪的遮个真侪遮个母语主语的即个圣经伫遐来做翻译。伫咱的即个周报内面，即个圣经，迄个奉献地内面就有即个圣经公会因所做的侪遮个事工所以咱就通知影讲，圣经公会因安尼伫咧一年的内面，因爱做偌济的工课即摆嘛抑搁伫遐咧努力，伫遐做即个研读本的圣经互咱会通对伫不管是伫咧圣经伊的迄个，不管是伊伫咧迄个伫咧迄个当时的文化甲着迄个规个背景，会通互咱佫较明白。咱若佫较明白，咱就会通知影迄个圣经内面的迄个真正的意思，到底所要表达的是啥物款。所以咱会通安尼共同来关心咱台湾圣经公会的规个即个事工，互即个事工会通安尼做更较好的事工，互侪人因为咱即个圣经的翻译，互侪伫咱台湾徛起即块土地面顶遮的人伫咧语言的顶面袂受到阻碍，咱是会通借着因为即个圣经的翻译，互侪人会通更较认捌主的话语。也嘛因为伫咧即个圣诞节期的关系，所以圣经公会伊嘛有办理一寡即个圣经优惠即个活动吼，所以嘛。咱若有拄好有拍算要买圣经，也是讲咱有想要换圣经等等遮个，咱会通来去即个干事来登记。有啥物款的版本，有做啥物款的即个优惠，咱会通来对干事兄来了解吼。所以我就无要阁讲真侪即个部分，请咱家己来看迄个内底的资料。期待咱会通共同来关心圣经公会的即个规个遮个事工，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你成的主日，特别是伫咧即个大降的第2主日，主阮搁一届为着伊伫主你的面前，阮要透过来等待主你的再临的过程，互阮会通搁较认捌主你，互阮备办好势来迎接主你的再临，也愿你的神不断踮伫阮的心中来开启阮、帮助阮，互阮会通安尼透过阮对主你的话语，毋是干那了解，搁那会通安尼深深刻伫阮的心田，搁互阮会通活出主你的话语，就阮会通安尼备办好势来等待主你的再临。互阮当你主你再临的时阵，阮会通会堪伫主你的面前，安尼徛停停、徛在在，互主你称做好搁尽忠的奴仆。但阮搁一届将阮家己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愿你开启阮的心门，互阮迎接主你踮伫阮的心内，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免。今仔日是咱即个大降第2主日咱伫咧头拄有讲起着即个点到第2期即个腊节吼，是即个伯利恒的族迄个腊节。嘛咧提醒咱当日玛利亚甲着即个约瑟因怎样备办耶稣的即个诞生咱嘛着用迄个信心来准备耶稣基督的再临。所以咱伫咧咱顶一遍，咱有讲起着耶稣为着即个世间人的罪，伊捌放弃着4项的即个权利。伫咧即个4项的权利内面，咱嘛有
讲起着，咱之前有讲起着耶稣伊放弃做上帝权利以及咱嘛有讲起着伊得荣耀的即个权利咱要线接伫咧即个得荣耀的权利的中间，咱要继续过来看见。伫咱顶回咱嘛共款有提起着，伫咧主的内面，咱有5种的身份线接，咱要透过即5种的身份了了，咱搁一摆来看咱所信的上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也就是咱今仔日咱的主题即个咱的主伊是一个咱讲自我稳重的一个上帝。咱的侍奉到底应该是爱即个出名是爱稳重？这是一个真吊诡嘛是会讲，互咱时常感觉真矛盾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咱希望咱的社会会通搁较认捌咱，所以咱嘛会通看见咱会真侪教会借着这知名度吸引侪这的人来到伫教会借着一寡知名度悬的人不管伊是教会的人是包括着讲一寡信主的这的艺人等等这的，所以侪教会用着真侪的心力，包括咱最近咱即几年内面，咱的即个爱在圣诞、爱在宜兰的这活动，咱拢借着即个艺人的即个媒体也是有一寡这的特会，用着即个神机的布道，也是甚至亲像咱开始咧做的即个洗手爱无限的即个社会慈善的关怀等等这的为着要来打响知名度，希望会通搁较侪人会通安尼吸引来到伫教会。但是咱若要想的是另外一方面，咱嘛会发现讲，耶稣伊的侍奉，伊时常是咱讲避开人群咱伫咧即个经文内面，就会通看见耶稣伊时常避开即个出名的机会。伊甚至伊安尼严禁止人安尼来宣扬伊的名。伊伫遐安尼严伫遐安尼甲人安尼嘱咐讲你爱注意，千万毋通甲人讲。伊进入，伊甚至伊安尼。伊故意互家己从进入伫咧即个人群的内面的时阵来稳重伊家己，去服侍遐个安尼有需要的人的顶面，伊从稳重伫迄内面去医治遐个人。所以上帝嘛会通讲称作是迄个叫做自稳的上帝。伊伫咧咱以赛亚书讲，救赎主以色列上帝，你真正是稳默家己的上帝。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若要真有效，咱若讲咱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迄个模范，安尼咱所需要的是安怎？咱所需要是应该选择迄个稳重咱家己。安尼要怎样互主使用？同时，佫会通来稳重咱家己，这是一个咱需要好好去深想的问题。若有人知影讲牧师常常伫咧侪机会伫咧教会尤其是即种不管是联导会也好，还是亲像讲咱的基督徒的联导会，有一寡联合的事工顶面，牧师真无爱出头所以我拢会甲就是杀人出去毋是我无爱，是伫咧迄个中间我无期待伫遐高估家己。耶稣讲咱是世界的光爱互咱迄个的光照伫咧人的面前，互人会通看见咱的好行为。光是要互人看见，为着要互人会通将阳光归入天父上帝。所以咱其
基督徒要互人看见，毋是来互咱家己得到高举，乃是咱要伫咧迄个中间，因为当咱伫遐不断来伫遐将咱的光照伫咧人的面前的时阵，是上主要是要爱将阳光归伫咱天顶的爸上帝。所以咱发光的目的是要互人看见耶稣，将迄个阳光归互耶稣。重点是咱要出名，是要互耶稣来出名。这就甲亲像伫咧初代教会，这个使徒因的侍奉，对因当时的迄个时代产生了真极大的即个影响甲即个震撼。会通侪人看见安尼因所做的这个代志，感觉真惊，讲赞叹也好，讲恭敬也好。当然因嘛有一寡人因为着即个使徒因所做的感觉受威胁，但并毋是咱若注意看因所做的，并毋是即个门徒因伟大，乃是因为耶稣的名，人来受吸引，人伫迄个中间来伫遐安尼赞叹，还讲惊叹，是耶稣伫咧即群的即个门徒的顶面，因的亲像迄个奇妙的迄个所在，至到有侪人因为安尼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咱伫咧侍奉的即个焦点，应该是放伫咧咱的主、咱的耶稣的顶面。伫咱的即个侍奉的顶面，咱应该选择咱爱诚做那亲像咱讲一条的即个潜水艇，毋是航空母舰。目的是要互人看见耶稣，稳重咱家己无代表讲一定咱爱安尼住伫咧即个深山哪内面。过着迄个稳固的即个生活，乃是要将咱家己安尼放伫咧耶稣的内面，无要夺取耶稣伊的阳光。咱决意要互人对咱的心上只有干那看到耶稣，这也就是圣经内面最互人、互主所使用的这个人，因甲咱立下的即个榜样。所以约翰福音第3章30节，即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伊一定拿兴旺，我一定拿衰微。即句话是诚做我伫咧服侍的时阵，我不断伫遐讲起的，就是咱的服侍是不断伫遐高举主，所以是主伊得较兴旺，我必得较衰微。所以伫咧即个现实的即个光景的内面，咱虽然安尼有迄个稳重咱家己的迄款的想法，但是实际的行动却无一定是安尼。咱会通问着咱家己几个问题，看咱家己到底咱有稳重咱家己抑无？当人提起你的侍奉的时阵，也是提起讲着你的名的时阵，伊即个你所做的侍奉。人是伫遐安尼伫遐学乐你所做的，是伫遐来将一切阳光归伫咱的主。也就是讲，你所做的即个侍奉，到底人是讲着你的名，是讲着耶稣的名？人伫咧迄个伫遐咧安尼伫遐学乐讲你得到安尼偌济的即个恩果，也是讲你的即个侍奉有偌尔济果效。是伫遐安尼伫遐学乐上帝的伟大，是讲咱要提起着当咱提起着别人伊所做的代志，较过头伫你所做的时阵，毋知影你伫咧听到的时阵，你的感受到底是怎样？咱必须要真实来伫遐安尼来看咱家己侍奉的光景。咱的侍奉真正是用耶稣做焦点吗？是咱伫遐高举着咱家己，只有谦卑、稳重家己，别人才会伫咧迄中间看见咱的侍奉，就伫咧中间看见耶稣。
但是伫咧咱会当看见，伫咧咱现今即个时代，咱即个地球村，咱的即个媒体，即个网络，即个普及的即个时代，稳重家己，敢有可能？咱敢有法度安尼伫咧迄个互耶稣大大咧使用的即个过程内面，咱搁伫迄中间来稳重咱家己。圣经互咱有安尼几个即个稳重咱家己的即个秘诀。我会通甲伊讲，称做讲叫做隐藏的三部曲。伫咧即个隐藏的三部曲内面，咱第一个就是稳重伫咧耶稣基督的身体、身躯的内面，也就是咱稳重伫咧即个团队服侍的内面。所以咱嘛会通看见真侪时阵有当时会友期待牧师为伊来祈祷的时阵，牧师会伫咧迄中间邀请着几啊位长老、执事同齐来为着咱的即个兄弟姊妹伊的需要，咱伫遐来为伊服侍。这就是一个团队服侍。啥要安尼做？当咱伫咧迄中间为着即个人服侍，伫遐为着伊祈祷的时阵，即个人伊若咱伫遐祈祷得到果效，即个人伊的病得到医治，伊所拄着的艰难的代志得到解决的时阵，请问伊要将眼光归着啥物人？绝对毋是牧师，嘛毋是某一个长执，这是归群，是干来将一切眼光归伫主。所以伫咧基督耶稣的身躯内面，咱会通，当咱稳重伫咧基督身躯的时阵，咱就会通稳重咱家己，因为耶稣是头，咱只不过是咱拢是这个肢体，这个身躯中间无有倒一个肢体来得到突出，是讲得到凸显，嘛无有倒一个肢体比另外倒一个肢体搁较重要。手有手的功能，骹有骹的功能，伊。逐个肢体拢有伊家己的特色，甲伊的强的所在。无有一个是通好啥物通好夸口的。耶稣是教会头，教会是身躯即个是基督的身躯，头是规个即个身躯的代表。所以当即个互人入来的时阵，咱伫遐安尼尽力伫遐来发挥咱的恩赐。彼此伫遐来配搭，伫遐来建立耶稣的即个身躯，耶稣就伫咧迄个中间得到一切荣光。所以伫咧即个团队服侍的即个过程内面，咱尽力来各尽本分。人伫咧教会内面就看袂到即个突出的某一个人，只有干那看到迄个互教会成长的耶稣。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伫咧即个中间，咱伫遐学习到咱怎样将咱家己稳重伫咧即个基督的身躯的内面。这嘛是咱会通看见的是基督伊怎样教导伊的门徒，伊甲即个门徒讲，当恁出去服侍的时阵是怎样？是两个出去，毋是一个出去。所以，咱不管咱伫咧即届即个洗手爱无限也好，咱所做的每一项服侍。咱拢总是团队服侍，咱期待咱所做是要将一切荣光归伫咱的主。第二，咱伫咧咱即个服侍过程内面，咱是要尽力帮助别人，比咱家己搁较成功。这就是耶稣的榜样。耶稣帮助咱做比伊搁较大的事，这伫咧约翰福音第14章内面有讲起着。咱要怎样？咱应该安尼好好来效法耶稣伊的即个榜样，伫遐尽力来帮助别人，比咱搁较成功。咱毋免伫遐帮心别人，比咱家己搁较有成就。因为真正的成功无在伫咱的成就有偌大，乃是咱会通来成全，互偌济人伊的安尼迄个性命得到改变。当我伫咧做传道书的时阵，我嘛期待以后教会，咱的教会若是有安尼迄款的机会，我会通安尼来做。
伫咧我做传道书的时阵，我捌一摆伫咧传道部内面遇到一个传道部部员来部长，我捌甲讲起着，讲一间教会，伊若是有力要来开拓一间教，要开拓一间新的教会，教会伫咱即马平常时大部分拢是安怎？拢总是另外佫请一个传道师。就派即个传道师去到即个新的教会，伫遐来开拓。我讲迄种开拓方法无效啊，因为迄种方法，迄个教会一开始就是软弱的。伫咧教会内面，若要开拓一间教会，应该是咱请一个，不管是传道师也好，还是牧师也好。伫咧教会内面真做父母，主任牧师出去开拓。主任牧师伊伫咧即间教会，伊握有即个教会内面所有的遮个资源。当一间教会伊要出去开拓的时阵，主任牧师出去，伊出去开拓，互即个传道也是即个少年的牧师，伊留伫咧即间教会，因为即间教会已经稳当。出去的时阵是主任牧师出去，因为即间教会伊知影因的主任牧师去伫咧迄个所在，伫遐咧开拓教会，遮个会友是毋是会同齐来帮助即间教会，互因赶紧的中大成人？即个教会伊就自然会涌起来。你派一个传道去到遐，伊伫遐。啥物资源嘛无人要爱人无人，要爱钱无钱，伫遐无收，到尾教会关起来，即种的例定听到。所以今仔日教会如果有机会要出去开拓，我若教会若真正讲有机会，安尼咱来搁聘另外一个传道师，也是讲牧师的时阵，我就要出来去开拓。这也就是我伫咧当初时，阮伫咧伫咧台中伫遐迄落开拓教会的时阵，当阮伫遐开拓6年的时阵，阮原底本底就计划好势，照着咱家己咱的总会的迄个规定，咱安尼一个教会要升格做东会需要有2个长老咱若确实伫遐开拓教会，伫咧安尼。一开始，咱就会通选着执事伫迄中间，伫遐开拓，安尼开始，当伊即个执事有两任的时阵，安尼就会使来选做长老。了后，阮迄当阵原底本底的计划就是，即个教会若升格做东会，阮就要搁人讲归建等于无会，了后要搁去开拓另外一间新的教会。但是我无想到上帝伊有一个伊家己美好的旨意，所以伫咧第6年的时阵，伊就呼召我来去读神学院，所以就无搁有机会搁去开拓教会。但是即个开拓教会，却是伫咧咱每一个人应该爱有的迄款的心志，为着主伫遐不断来帮助别人，互人比咱搁较成功。所以伫咧咱会通看见着。对迄个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你看亲像旧约摩西也是以利亚，伊的这接棒人做的代志，虽然拢比因较伟大，但是上帝搁较看重的是因的祝福，是伫咧因所迄个接棒的人因的祝福。对伫摩西甲以利亚伫咧圣经内面提起的即个次数。以及伫咧即个约书亚甲着以利沙所提起的即个次数，咱就会通看见。甚至咱嘛会通看见着主耶稣，当伊安尼伊伫遐安尼迄个荣光显现的时阵，伊甲啥物人伫遐讲话？伊是甲摩西甲以利亚，并毋是甲约书亚甲着以利沙伫遐对话。成全别人是上帝所看重的一件代志，也是会通帮助咱家己稳重咱家己，
教会若只有咱家己一个人，互上帝所使用，人就自然敢若看到咱家己安尼那尔。当咱开始来帮助别人，互别人比咱更较成功，成全伊，互伊会通互安尼互上帝来使用，人就袂只有敢若看见咱家己。这也就是我之前伫遐讲起，我捌讲过哦，咱莫出头，因为出头就砍头。我们尽量让别人出头。是安怎叫做让别人出头？唔是讲互别人去砍头，而是咱帮助伊出头了了，这个人伊嘛共款，伊伫咧迄中间，伊伫遐嘛共款有安尼领受帮助其他的人嘛伫遐出头。结果无一个人出头，啥物人出头？耶稣出头。因为耶稣伊本来就已经钉死伫咧十字架顶啊，伊早就已经死伫咧十字架顶，伊也搁伫迄中间得着告啊，所以无人伫迄中间来互人斩头，每一个人，大家人拢稳重伊家己。这就是咱今仔日咱看见咱家己咱到底是咱咧大家要帮助别人比家己较成功。也是咱犹原共款安尼一直掠条条，干那我要出名。教会中每一个人拢会通互上帝使用，咱就会通安尼看见即个教会安尼得到成长。咱若是安尼，大家人拢干那安尼，迄落拢干那家己安尼，咱讲，就这个代志拢干那我会使做。安尼别人无机会出头，人只有敢若看见迄落安尼，咱遮个老人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出头。当咱伫遐尽力帮助别人比家己较成功的时阵，毋若咱家己这是一个稳重咱家己的一个方法，也会通互上帝国充满侪人才，敢毋是？互耶稣的名得到荣光。咱会通想象讲，今仔日成全别人即款的心志，伫咧啥物款的人顶面，咱看会到。我想应该只有就是做父母的，哦，咱父母咱拢安尼期待咱的儿女会通比咱家己更较成功。这也就是咱伫咧咱华语内面讲叫做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敢毋是？咱做父母的，咱拢期待咱的囝儿比咱更较敖，比咱更较勇，比咱更较成功。咱袂烦恼，咱的囝儿比咱家己较好，敢毋是？反正咱会伫迄中间竭尽咱的所能，互咱的囡仔，互咱的孩子会通成做一个成功的人。所以咱教会内面需要更较侪只的安尼有即种父母心肠的人。父母的即个心肠的人，来愿意迄种毫无保留，安尼来帮助别人，互因来得到成功。当咱每一项拢愿意互别人来得到成功的时阵，我无相信教会袂伫咧中间来得到扩大。扩大毋是目的，毋是迄个唯一的目的，迄是叫做必然的结果。第三，咱需要安尼稳重咱家己，就是放下咱的地位甲权柄。当咱伫咧即个团队服侍中间来得到肯定，也帮助侪人比咱更较成功。另外一个稳重的建议，就是咱爱放下咱的地位，甲着咱的即个权利权柄。耶稣对四个伊伫遐安尼摊赢即个死亡甲黑暗的权柄，迄个权势。伊并无将伊家己留伫咧即个地上底下，继续伫遐做王，乃是伊放下伫咧即个地上的即个工作。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放下安尼迄个，将即个放下即个伫咧即个安尼地上的即个安尼宣教工作，将即个使命交代互遮个门徒，愿意放下即个地位，甲着即个权柄。是咱伫咧服侍内面，安尼会通讲对头到落尾所需要的一个态度。服侍毋是要为着咱的地位，也是讲权柄。咱所需要是放下即个地位甲权柄。所以
咱也会通看见着尤其是伫咧即个华人的即个世界内面，咱会通看见着一个现象，叫做什么货？叫做上台容易，下台难。上得了台就下不了台了，不知道怎么下台。尤其咱伫咧看见遮个政治人物就搁较明白。其他咱伫咧教会内面，犹原嘛是共款。我会记得当我伫咧新人院的时阵，我甲着一个甲我平仔年纪但是伊是我的老师伊招我伫咧即个新人院迄个时阵迄当阵阮开始做一个事工，叫做升级吧敬拜赞美，因为我伤久无做所以我袂记。升级吧敬拜赞美即件事工，当阮伫遐安尼做，我伫遐安尼做几啊年的时阵，阮对一开始安尼差不多安尼100通的参加，落尾手每一届参加拢超过400个。400个人咧参加的即个过程内面，我敢若甲即个老师，阮几个同工，阮咧敢若咧讲一件代志，阮啥物时阵要停？就是讲今仔日咱伫咧做事工的时阵，咱爱知影讲啥物时阵应该爱结束有当时一寡教会事工，若到一个坎站该停，就应该爱停。咱爱有迄个心去体会上帝的心意即个事工安尼到遮安尼会使，咱就停起来。所以落尾手后来即个事工慢慢像互其他的人安尼接去，但是阮无伫迄中间讲，阮就一定爱需要做头。这嘛是伫咧我伫咧即个服侍顶面，我感觉讲需要互咱讲扶持搁较侪人来起来，无需要讲一定是咱家己来做。所以伫咧迄中间看最好的，咱就将即个事工交互伊期待伊会通做更较好势。所以咱会通看见，咱所需要就是不断伫迄个中间放下咱的即个地位甲咱的权柄，咱需要为着即个放下来时常来做准备。但是咱伫迄个中间，咱嘛要讲的就是，当咱伫遐讲起讲迄个放下，迄个放下，毋是退休不做事情，乃是用着另外一种的方式来服侍。咱放下伫咧教会的即个地位，甲着即个权柄，用着即个仆人、奴仆的即个身份，乃毋是用着头家，也是迄个老大的即个身份，进入伫上帝的国内面，伫遐继续来服侍。咱过着一个安尼迄种，咱讲甚至讲会通讲，咱亲像流浪不安定的迄款的生活。当教会即个，咱讲迄个教会即个原底迄个最高的即个领导，愿意来放下家己的地位，甲着权柄的时阵，即款安尼谦卑的即个模范就会伫咧教会内面形成一种的文化，就会避免教会因为伫咧迄个利益，也是讲迄个权力的迄个冲突的内面，致到教会伫迄中间来分裂。咱来稳重咱家己，咱就会通看见上帝。咱才当咱稳重咱家己的时阵，才有法度互上帝好好来使用。毋若伫迄中间来兴起侪侪的人才，看见上帝的国度的扩展，搁较会通互耶稣来得到一切荣光。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咧即个尤其是即个末后的即个世代，咱无搁再伫遐高估咱家己，咱乃是伫遐愿意来伫遐安尼帮赞。咱的同工内面，咱看最好的，咱甚至应该当咱伫遐安尼看最好，期待即个同工伊会通安尼来得到长大的时阵，咱应该将咱的即个服侍工作交互伊做了后，咱毋是亲像迄落咖喱翁仔共款继续甲拖咧安尼
伊爱安怎做，拢爱照你的。应该放手。什么是放下？就真正放下。咱伫咧迄个教会内面，咱不断伫遐放下，放下，毋是怎迄落任其安尼伫遐安尼伫遐铺陈啦吼，毋是互伊伫遐放手了，伊怎啊伫遐安尼咱伫遐默受。咱是伫遐尽量互伊尽量来发挥，尽量伫遐发挥的过程内面，咱伫边仔看。若是讲伊有需要，咱到三工的时阵，我们才给予一个小小的帮助。是甲讲啊，你即个所在检测会使安尼做就好。但是讲了，咱嘛共款，咱无插手。但是咱会通看见今仔日侪教会内面，侪咱会通伫咧教会内面看见侪人啊。当伊伫遐讲放手的时阵，结果实际上是无放手。遇到侪教会实在是看见太侪教会拢有即个现象，就是年轻的一辈无愿意出来。因安怎？即个老一辈因讲放手，但是佫无愿意真正将伊的手揪起来，继续伫咧中间伫遐要继续来伫遐掌控。我讲上简单的咧，就是中孝路教会，台中的中孝路教会。中孝路教会原底本地就是安尼，迄个老牧师离开了，长老一直期待讲要安怎来互即间教会安尼会通更较兴旺，但是因就是无才调。罗尾秋因去聘请着王武聪牧师。伊伫遐聘请王武聪牧师的时阵，即个尤其是教会内面迄个名誉长老，伊伫遐甲即个王武聪牧师讲：牧师啊，阮无才调啦，但阮需要交棒。当伊伫咧中间，伊伫遐讲起着讲伊交棒的时阵，即个长老伊真正着交棒。所以咱会通看见今仔日台中中孝路教会因的会友成长到什么款的程度？教会有一个什么款的规模？迄个就是当咱若愿意放下咱原底迄个权利、咱的迄个地位的时阵，互迄个应该爱伫咧迄个顶面来做工的人，伫遐好好啊做的时阵，我相信迄个教会上帝伫迄中间来安尼，佫兴起佫较侪人。来互主的教会来得到更较大的光看，但是咱嘛要看见的就是，当咱若无愿意，咱就会看见像目前为止，犹原有侪教会，拢总是安尼，教会内面伫遐互相伫遐拉扯，比较就是安尼侪人的问题，比较上帝的名无通得到高举，主耶稣。无得到应该得到荣光，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遐安尼，搁过来，咱会通搁一摆重新来思考，咱甲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关系？咱有几个问题，咱会通好好来去深想。当咱伫遐要讲，咱要效法耶稣的即个模范，咱选择进入伫咧即个人群来稳重咱家己，咱要怎样来互主使用的东西，咱搁有法度来稳重咱家己。第二。当咱伫咧即个现实的生活内面，咱知影咱爱稳重咱家己，但是实际的行动却是无一定是安尼。咱要怎样来测验咱家己无稳重咱家己？咱要安尼时常来伫遐安尼来检视咱家己，知影咱家己到底咱的内心的光景到底是怎样？第三，圣经的内面除了互咱即个稳重的即个秘诀。什么话是稳重的？即个三个秘诀，咱目前伫咱的生活内面有倒一个层面上需要来操练即个稳重？第四，什么话是咱的服侍中间对头到落尾，咱总必须应该爱有的即个态度？咱伫咧咱的家庭内面，也是伫咧教会服侍内面，咱敢有保持安尼迄款的态度？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摆来去好好来去深想。
也咱搁一摆来调整，互咱伫咧尤其是即个大降节的即个期间，咱搁一摆来亲像，也来去敲吹迄个自我稳重的主。当咱伫遐敲吹时阵，咱敢有学习主伊迄款安尼的迄个性命？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主你的恩典中，主你搁一摆去永远来到伫主你的殿院。主啊，当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唤起阮，互阮会晓学习主你的模范，就是稳重家己，互阮无搁再伫遐不断伫遐高举家己，乃是阮欢喜稳重伫咧主你的肢体内面。我也搁互阮会通欢喜来尽力来帮助别人，互别人比阮家己搁较成功。第三，互阮会通伫迄个中间来放下阮安尼原有的迄个地位甲权利，互侪人因为当阮安尼做的时阵，就要将主你的名来搁较高举，互主你来得到应该得到的荣光。愿你听阮恳求的声，也安尼帮助阮实现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祈祷拢上过做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40首，圣诗540首，主题叫咱人，请咱起立吟全首。这是咱来感恩奉献，咱请陈文南执事甲曾建明执事来书献。
阮感谢你。伫正日第2个大降价的时阵，阮下伫遮做伙来对你做礼拜。阮知影，阮伫世间一切拢是伫你的无卖甲金钱，阮当是做暂时的管理。正日阮献上淡薄仔，毋管是建堂的基金，也是甲阮放弃，请你互阮的教会他有智慧的使用。今仔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谢谢。这是咱来念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是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16节，请咱兄弟同齐来读，请。亲像安尼，恁的光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验光恁的天父。咱搁一摆，请。亲像安尼，恁的光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验光恁的天父。所以咱要来迎新报告。咱看到咱真久无来咱教会，陈忠还佫永宁，还佫苏静姐，陈忠毋知走台吼，带囡仔去主日学吼，欢迎，真久无看到因转来啊，谢谢。咱嘛真欢迎咱国民党长老健康出院来咱中间。好，刷落来毋知佫有新来的朋友无？若无，咱来看咱的报告事项。芬兰姐的那个有来吗？芬兰没有。好。好，请咱来看咱的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咱教会灵药生牧师代表来请安报道甲正道，请咱兄弟为着圣经公会遮个相关的事项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点，11月26小会决议事项。第1小点，信爱成人团体暂停运作，原本的做事小组甲亲子小组来继续于宣教部，音乐侍奉团来继续于热点部。第2小点，接纳2022年的收入支出做加减预算案。第3点，接纳关怀弱小的经费处理案。第4点，接纳牧师林耀生牧师续聘书复制案。第5点，接纳干事聘任的规划案。第6点，接纳退休牧者圣代关怀案。第3点，11月27中执会决议事项。第1点，接纳11月份的收支月报表。第2点，接纳支付设教60周年特刊的设计费案。第3点，接纳咱教会建筑部铝门窗甲雨水天沟的维修案。第4点，下主日下晡3点，南洋区圣诞联合圣餐礼拜伫咱教会举行，请咱兄弟踊跃来参加。第5点，请各团体开始准备下一季的聚会安排，伫下主日以前来交予办公室。第6点，咱的洗手爱无限的关怀事工已经伫12月初1到20开始啊，嘛请咱兄弟为着即个事工来关心代祷。第7点，为着圣诞月逐款的活动，目前佫有欠批摊的跟进童工，还佫有圣诞灯车游行，嘛请咱兄弟会当踊跃来报名参加。第8点，12月25早时9点半，伫咱教会要举办圣诞感恩礼拜，佫有圣礼典。若有意思要洗礼的兄弟，请咱的教育部的长老曾碧光长老来预约洗礼的课程。伫12月初10暗时7点要举行问道会，若请有报名参加成人系的坚信礼的，甲小委员，请咱备办心来参加。第9点，12月25是咱本年度的关孝日，请各团体将年度的结余款伫迄天来交转来教会交予庄方梅长老。各团体的2022年的收支凭证、甲现金账、甲分类账，嘛请伫明年的1月15交转来教会。咱教会的关孝日是定于12月28。第10点，请各团体开始备办咱年度的事工报告。
年底环境的整理，施工报告请伫25以前交予办公室。再来具体消息的部分，第一点，更生团契的天使树活动已经开始啊，请咱兄弟继续来关心大岛。第二点，咱教会林耀生牧师伫12月初5甲初7要参加台湾圣经公会主办的圣经诠释营，这中间若有紧急的代志，请咱兄弟来联络咱的代志长老。第三点，7星中华妇女部要举办圣诞节庆祝大会，若有报名的兄弟，请会记伫12月初5下晡点半来准时参加。第四点，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伫明年的1月12甲14要举办全国妇女人才训练会，伊的报名伫甲12月23结束。若有兴趣的兄弟，请向妇女团契会长咱的毕爱姐来询问。第五点，总会大专事工要举办大专圣经神学研究班，伫明年的1月30甲2月初4，那欢迎社青来，欢迎学青来报名。若有兴趣的人会使来问冯燕云辅导。刷来圣诞月，咱的本会甲联导会伫市公所，宜兰市所有活动。第一点，12月17伫市民之声有圣诞音乐晚会。第二点，12月20暗时8点，伫咱的教会有举办泰泽烛光祷告会。第三点，12月23，宜兰市有举办圣诞灯车游行。第四点，12月24，伫咱教会有举办咱的圣诞晚会，嘛欢迎咱的兄弟参加，嘛会使邀请恁的厝边头尾来参加。咱的晚会煞落就要去报佳音。然后第六点，12月25，伫咱早时9点半点，教会要举办圣诞感恩贺乐的礼拜甲圣礼典，伫当中嘛要有2023年的新任的会长甲主要校长来上任。第七点，12月25下7点，伫宜兰运动公园嘛有举办着迄个圣诞音乐摸彩的晚会，嘛欢迎咱兄弟来参加。大岛事项，请咱兄弟家己看大岛项。再来顶洲聚会出事奉献报告，请咱兄弟家己过目。事奉表的部分，请咱下礼拜轮一个同工会使备办心提早来教会准备。会计报告的部分嘛，请咱兄弟家己过目。若有错误，请会记得向办公室提出更正。牧师，你有补充？兄这边我安尼简单搁小可提醒一下，就是伫咧咱原地本地即个洗手爱无限的即个事工，咱对12月初1开始就应该执行吼。但是到11月30号的时阵，名单还未寄出来因为社会处迄边遐闹交，甲咱的名单闹交无寄，所以咱怎规个拢总去受到影响。但是咱这边是一摕到名单，就赶紧的分名单。伫咧这100个内面有30位有30位是那个叫做县政府驻记的迄个关怀的。所以迄30个变做讲直接由迄个即个咱迄个社工带领即个部分是关怀部落直接去处理。所以咱怎由这70个落去分互咱的这服侍的同工咱嘛真感谢主队长老甲苏珍姐已经虽然讲对方嘛还未收到通知，但是伊已经去这是。伫咧即个作业顶面，因为咱教会的做法甲其他的教会做法无共款，其他的教会是直接办活动，因来教会领，咱是直接去到因兜，为着要关心伊的厝，所以迄个做法顶面无共款，因安尼社会处因怎甲咱的名单放在一边啦，放一个怎袂记入去安尼咱今仔讨名单的时阵，因才害所以会拄着即个代志迄个有做一寡迄个说明，有伫咧迄个群组内底有特别说明啦应该咱拢有看到才对。那过来就是迄个咱目前即个圣诞月即个活动咱幼儿还佫有欠即个陪谈跟进的同工期待咱欢喜来咱兄弟欢喜踊跃来参与即个圣诞灯车游行嘛共款过来就是
咱的迄个25圣诞节迄天，咱有迄个圣礼典，若有要洗礼人，爱赶紧报名吼，因为咱需要提早来问道会了，爱搁公告吼。所以如果咱伤慢吼，就变做较后一遍吼。以上补充。感谢牧师。所来，咱来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台湾伫11月26日选举会当平安来完成。毋管选举的结果如何，阮嘛相信世间的政权虽有变迁，也毋过主你悠然你掌权，你一定有上好的安排。主啊，教会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你是教会头，求你帮赞教会牧师、长老、执事、遮服侍团队，求你纪念因的服侍。互因会当真正换出对你的信心，求你照着因的服侍，会当互更较侪人看见你的公义甲慈爱。求主，互你的教会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毋是甲人留伫教会内，是互每一个信徒拢愿意踏出教会，甲福音传扬出去。主，我嘛要为着阮教会设教70周年献堂献上祈祷。代表讲，这殿毋是为人。乃是为着耶和华上帝建造的，互阮会记你建造圣殿的动机甲出发点，是为着要高举上帝甲荣耀上帝，求上帝有上好的陪伴，来成做建造新的圣殿。透过建堂的过程中，互阮会当搁较明白上帝你对南洋教会的心意，互阮伫圣殿中的敬拜会当领受上帝你的同在。求主赐予阮信心，而且有一致的目标，就是建立属主的教会，会当伫即世间传扬上帝的听甲真理。我嘛要为着阮教会12月逐种的圣诞活动甲事工来祈祷。愿将每一个参与伫遮事工服侍同工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你特别纪念因伫主内的劳苦，互因会当同心同意，为所信的福音来同心拍拼。主啊！阮虽然无法度闪避生老病死的临到，也毋过，阮确信这一切拢是你在掌权。求你亲自成做每一个受病痛、痛苦的兄弟的医生，好因为仰望你，会当得到完全的医治。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所以咱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煞，咱请牧师照读，请咱起立吟全首。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以真正胜。高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跳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
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